港星郑伊健下个月即将在香港红馆一连开6场演唱会，不过最近却被发现有人假冒他在脸书私讯粉丝，要求粉丝代为处理重要文件，并以20%利益作为酬劳。事发后郑伊健也说，会打这么多字就知道不是我，经纪公司也发声明要大家别上当了。郑伊健急速头摇又尾摆，漂移境界，不想醒觉，只想感觉被放大。永远的陈浩南郑伊健最近忙着彩排练歌，因为下个月24日开始，他要在香港红馆一连开6场演唱会。不过最近有人假冒他的身份诈骗粉丝。有粉丝23日在脸书上被一个自称是郑伊健的账号私讯，上头还放上郑伊健的照片，冒用者主动向粉丝搭话，首先感谢粉丝的喜爱，还问对方当粉丝多久，看过几场演唱会，让粉丝一开始相信是偶像，还认真回答一连串问题，最后冒牌货却对粉丝说有东西需要他照顾好。他说安全公司联系说他的公文包存放一段时间，里头包含一件很有价值的文件，要请粉丝帮忙提供全名电话地址，把公文包寄过去，之后会以20%利益作为酬劳，请粉丝保密。而露出马脚的一句话就是会在旅行结束后来接你。香港媒体由于对话的内容疑点重重，一下说自己在做巡演，一下说自己去旅游。作为伊健的粉丝，当然知道是 A 或对于被假冒身份，郑伊健说自己不用公文包，也不会跟粉丝联络，还说写这么多字就知道不是我了。而经纪公司也发声明说，郑伊健不会要求粉丝代为处理任何事务，请大家留意避免受骗。庆幸粉丝眼睛雪亮，才没因为冒牌货受骗上当。